屋企都有啲嘢啦，而家雪梨時間呢，都差不多係晚上11點啦，咁夜地咧又熱地啦，咁會特別想講下波嚇，咁今晚就講籃球啦，講 NBA 啦嚇，因為就好似球季開始咗咁耐咧，都冇乜講過 NBA 嚇。咁我哋而家睇下佢哋嘅啲球隊嘅排名啦。如果你去睇，你其實 Google 都得，或者你去 Instagram，你去 NBA 嗰度，你睇啲排位咁樣。咁就而家嚟講咧，東區咧即係東岸啦，就係活塞第一 ，Pistons 第一。咁當 Mitchell 嗰隊咧就第二啦，舊年佢第一嘅，即係賽季嚟講。咁即 Caps 啦，即 Caps。咁而家 Pistons 第一，今年打咗大概係10場波。New York Knicks 咧就第三。咁活塞啦 Pistons 真係好耐冇去到咁前㗎啦，可能唔知超過10年。可喜可賀。咁係咪可以維持到咧？咁真係唔知。我哋咧就拭目以待。咁如果你講西岸咧，西岸咧就仍然係咧 OKC 喎，OKC 第一喎，都打咗10場波都。啲人可能最關心嘅 Lakers 嚟嘅，但係咯。咁呢個就係由球季開始，就係10月20幾號打到而家嘅成績。就嚟就聖誕咧佢哋會搞鬼，可能啲鞋出啲好有聖誕氣氛嘅鞋咁樣，係咯。黑色星期五有機會有啲平啲嘅籃球波衫或者籃球波鞋。好啦，講完。